前民眾黨新住民委員會的主委徐春英涉嫌摕中國的錢介入選舉。2022年是甲台北市長參選人黃珊珊徛台。2024年為民眾黨的總統參選人郭文哲助選，涉犯反滲透法等罪嫌，予起訴。新北地方法院今日判徐春英7檔的有期徒，也根據了解一審判有罪了後，徐春英伊的台灣身份恐驚會予註銷。我在台灣已經生活了30年，我今天拿到的是中華民國的護照，我是中華民國的國人。2023年11月，台東都召開記者會，迄當時擔任兩岸婚姻家庭聯盟秘書長徐春英強調，家己絕對無中國身份，閣認為被提名擔任不分區立委也袂有國安記錄。即馬因為涉犯反滲透等多項罪名，放假也禁見，要求刑21年6個月。新北地方法院11宣判，徐春英受滲透來源之時，為市長總統候選人徛台造勢，除了違反反滲透法，也包括經行法早期所在，也有屬大陸地區人民非法入境等罪，應該執行有期徒刑7年。徐春英等配合境外敵對勢力介入，嚴重破壞我國自由地區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，進而對我國主權產生危害，是其等惡性非輕。進前台灣新住民關懷總會理事長周萬枝受中共指示在台法庭組織，反而判決確定了後，台灣身份予註銷。徐春英的台灣身份，在一審判決有罪了後，恐驚會予註銷。面對中國正對台改選，傳出中國佇8月何時休會期，聚焦對台對美兩大中心，將2026下月選舉看作中國對台工作關鍵成敗，要求予在台愛國力量上大支持。國民黨這期只是放話爾爾，想當這北京的聽床師想瘋了，想當習近平的小棉襖當太久，但忘記現在是夏天了。這種不具名的放話，沒有任何評論的價值。他們對台的政策，經常在利用北戴河集會的時候來進行討論。不過這幾年看來，這個功能差很多，因為習近平已經整肅了所有可以威脅他的人。學者經援府分析，台灣議題已經成做執政權的重中之重，甲美國關係之中，軍事問題是第一要務。對台政策就是積極調向不統一統。阻擋可能還不見得能夠達成，但是怎麼樣延遲甚至減少我們軍售的這個額度初步達成效果。剛好今年我們2026年，今年是我們的國內有選舉，這個機會是最好來利用這種機會來分化我們內部的。陸委會表示，中共介入台灣選舉是大家攏知影的事實，除了呼籲相關單位高度防範，也希望民眾警覺中共的操弄。記者綜合報道。